喺一個月黑風高嘅晚上，城市嘅喧囂就好似被呢場秘密聚會吞噬咗。呢場聚會淨係屬於少數幾個人，來自唔同背景嘅參加者齊集喺一間陰暗嘅地下室。空氣中彌漫住淡淡嘅香水味，帶着緊張嘅期待。每個人手上都捧住一顆發光嘅心，似乎每個心都係一個神秘嘅火焰，靜靜等住被點燃。主角阿明一直對呢啲秘密儀式充滿好奇，今晚竟然意外收到邀請。當佢踏入呢個空間，四周啲人不停互相交談，聲音低沉又模糊。每個人都將自己嘅心跳作為代價，交換佢哋內心深處嘅慾望，唔再係愛，而係更深切嘅渴求。心跳換心跳，一名參與者低聲咁講，神色中流露出一絲不安。阿明心中一緊，呢唔單止係交易，而係一種永恆嘅約定。如果心跳互通，就會觸碰到彼此嘅恐懼。心臟嘅鼓動就似擴音器一樣，將過去嘅陰影重新喚醒。阿明喺心中掙扎，唔知應該點樣抉擇。周圍啲人臉上浮現嘅唔係期盼於愛，而係深不見底嘅恐懼。佢哋想通過呢個儀式揾到永恆嘅火焰，點燃內心嘅絕望與空虛。嗰一刻，阿明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喜樂，佢嘅心跳似乎都喺反抗呢種吸引。佢悄悄觀察住周圍，留意到一位穿住黑色連衣裙嘅女子，佢眼中閃爍着恐懼嘅光。每當佢嘅心跳聲響起，其他人嘅心都隨之共振。阿明心中嘅疑慮開始滋生，佢明白呢個交流唔係揾愛嘅機會，反而係面對自己內心深層恐懼嘅挑戰。最終，阿明決定拒絕呢個儀式。佢唔想讓心跳成為一種交換嘅貨幣，唔想面對被恐懼點燃嘅自己。佢轉身想離開，然而嗰啲獨特嘅心跳聲仲喺耳邊迴響，似乎低語住，隱秘又直白。離開地下室嗰陣，阿明心中默默發誓，佢要揾一種唔同嘅方法去理解心與心之間嘅距離，而唔係讓恐懼成為心跳的代價。